再来看屏东的一个细盘小姐对旅行团去澎湖佚佗，去到小港机场才发现讲这机票的名去用拍唔到，所以就要家己出钱来改。结果因为这时间受赶，搁要伊跋倒受伤，这丽营航空即嘛出面回释咧，讲是作业的疏失，会甲改票费用退还。卡手因为摔倒出现乌青，屏东潘小姐初透早7点车去小港机场，要坐8点的飞轮机去澎湖。现场所发现登机证的名，互丽营航空拍唔到字，柜台要求伊拿188块改票，一直到登机进前5分钟才改好票，互伊为着赶去挂行李摔倒。上户叫我啊，问题是你们为什么不要跟他讲说不要再叫了？因为这样子会造成我在挂行李那个人也很焦虑，我也很焦虑，所以我就冲，所以才产生我这样子的受伤。第一天整个是肿的，看不出来；第二天才整个都淤青。乌青过6天还是真明显，唔拿骹手拢是伤，肉块嘛摔歹去，都因为行李名唔对，无法度领行李。还是错啊！好，那错的话，你到挂行李的时候还是错，到澎湖的时候也不能领。律师表示，若因为航空业者疏失印唔到名，产生的改票费用也是耽误着行程，业者应该负赔偿的责任，但跋倒受伤，恐惊得要由法院来认定。时间紧迫而跌倒，这部分可能因果关系会比较薄弱一点。到底是不是航空公司导致的，或者是说，这个跌倒的事情跟本件是有因果关系的，这个部分还是要由法院这个审理。连续的疏失加上受伤出游，互潘小姐感受真歹。丽营航空表示，核对行李收据才放行是机场作业要求，但嘛承认拍唔到名是内部作业疏失，已经联络旅客退改票的费用。记者陈焕武、面交管屏东高雄报道。